各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6月28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伫咧台中有民众去连锁素食店精选包素食登记者，才到一半发现内底有合仔糖。另外，伫咧台南有民众去连锁咖啡店85度 C 买饮料，啉到尾啊，这杯底竟然是有一支生鲜的铁啊！目前当地卫生局是拢已经介入稽查。素食店馆有几只洗盒仔糖在顶头，台中周小姐日落伫精选潭子分店要一盒素食登去食，但是登去厝食到一半，所看到洗盒仔糖在卖。他是跟我讲说，可能在我回家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家里面有苍蝇或者是小飞虫，刚好在食物上面产卵。我回家的路上才5到10分钟，它就马上孵化。周小姐还讲，互业者质疑，佮表示讲，因查某囝食的时阵，发现这日外含有一个臭味。医师说明讲，洗盒仔糖是福星类有糖的统称，一般是无保存好，才互福星类生卵，应该随蛋掉。将前往稽查，若查获不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的项目，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复查时若仍不合格，依法科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台中市食安处会过去稽查，精选总公司是发生零毁失的，表示讲会联络人客持续关心，嘛会配合主管机关的调查消毒，确保食安。讲唔那这台南有消费者25去85度 C 永康昆山店买凉的，内面竟然出现铁条。他就马上反映说，这不可能不会发生这种事。你可以调监视器，你没有看到，没有去了解，怎么可以说这不可能不是你们东西？台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稽查，中常若查到缺失的，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后壁复查若阁无合格，会照办法来开罚。嘛要求业者要落实自主管理。85度 C 总公司是回应讲，铁条是料通挂落去变挂的时阵中迄条，人客已经谅解，因嘛加强门市的检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恒春有国校的老师带规班30个学生伫咧教室内底烘肉，佮关窗仔门抢冷气，第4个学生出现头晕无力的症头，送病院治疗，加暂是无生命危险。即马教育处嘛要来追究这个老师的责任。救护车驶真紧，要将身体无爽快的学童送去急救。屏东县恒春镇教养国小4年级一个班级，全班甲教师30人，伫教室内行马，因过部分学生亲像欠酸素，先是一个学生通报，后来有4个人出现症状，学校佮赶紧通报送医处理。现场为30人在室内烤肉，那其中有5名的孩童出现头晕以及肢体无力等症状那后续由救护车将5名孩童送往邻近医院救治。老师他们跟孩子私下约要在教室里面用卡式炉，校长这边行政都不知道他们要烤肉，那他们就把教室的靠走廊那边的窗户关起来，2间医院都有老师在照顾了，那这个家长也在那边。不过，伫学校安怎会欠酸素？原来是教师带全班的学生伫教室使用卡式炉烘肉，因为关窗开冷气通风无好，造成室内一氧化碳浓度提悬。5学生陆续出现头晕吐、脚手无力，送医了后无大解。不过有4个人由原伫病院观察，因为代志发生现场，除了导师，还有1名教师也在场无阻止。学校已经通报关府教育处追究相关责任。要求学校全面检讨活动安全流程，那也加强学校师生一氧化碳中毒防范以及紧急应变的措施，相关人员是否有责任？那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就依相关的规定去做究责。关府也派督学到学校调查，要求学校厘清事故的原因，佮提交报告，未来会严格监督校内活动安全。学校表示会深心检讨、检视安全规范，确保学生健康佮安全无顾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教育部6月决定要放零2学生的招生人数，医师团体总着联合发表声明，严正反对将1300个名额增加到要1600个人。经过讲，恐惊学去冲击到医疗体系甲医学教育的品质。再来看中国时报，6天前，国内2大 KTV 钱柜宣布要合并 Holiday。虽然护工兵会好决破局，不过董事长颜庆忠等人是涉嫌内线交易，将拢总个人去互检方起诉。再来看联合报，立法院昨三读通过法院组织法的修正草案，明定法定直播的方式，伫咧1审、2审的事实审，原则无公开，例外才公开；若3审的法律审是原则公开，例外无公开。
过来关心到台中火力发电厂是发生公安意外，伫咧拜三有一个工人对11公尺悬的所在摔落来，不幸死亡。初步了解到，这个工人是有戴安全帽啊，有下安全带，不过呢，像是固定这安全锁的钳啊，熊登去，才会造成意外。目前，这案事是已经下令停工，而且要依法来开发。救护车开入去台中火力发电厂新起的燃气机组的工地，赶紧将伤者送病院，先赶紧送病院，不过因为伤势严重，到院进前已经无性命现象，急救了后也是宣告不治。都还在调查当中这个好几个单位都在调查，包括中职中心的，对不对？那包括有刑警单位什么，他们都有在问。25早起10点外，当时这信用的工人将伫大约11公尺悬的钢条顶面来作业，其实向阳无细力摔落来。台电讲，这项工程是台中电厂第一期新起的燃气机组计划废水处理厂施工的工程。为了配合调查，也要求施工的厂商落实改善，确保人员加工地作业的安全。如果有勾在安全母锁上，应该是安全的。对，但是因为那个安全母锁的挂是断裂的。对，有一个挂钩是断裂的啦。对，那目前这个部分是现场还在调查中。集安署中区集安中心来到现场了解，初步确定，这四样工人当时有戴安全帽、要系安全带、要绑安全的母锁。不过因为安全母锁是绑伫个钢条的 U 型环，敢若是这 U 型环强度不够登起，造成人员摔落来。U 型环登起的原因，将是后续调查的重点。在搬运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运送的过程中可能受到那个挤压或者是撞击所以在 U 型钢环已经产生了变形啊，或者是严重的破坏，所以它造成它在把它坠落的时候把它拉断了。集安署中区集安中心讲，已经要求业主、台中火力发电厂也有承包的厂商停工，必须等待改善了后送交这个复工计划，审查通过才发到复工。若承包厂商甲承包人会以违反集安法，各处3万到30万块罚款，并且限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5月台票大起，造成咱国内寿险业5月份得了1000多亿，创下2020去年以来上惨的纪录。也昨台票同款大起，伫咧盘中是要起到28块9的计数，落尾是央行出来换盘，收伫咧29块1。新台币汇率伫即礼拜已经强升5.69角，伫拜五开盘时阵，搁再度强势升达，开盘是29.14块，升2.5分。不过过10点了，伫大型出口厂商入场，新台币搁再面临抛汇压力，盘中是到28.956，升2.09角，创2022年4月初八以来新高。大家预期，尤其像对美股表现也很强，所以预期后续可能例如说科技半导体有更好的表现，所以资金就涌入来往这方面走。有会员人士讲，新台币29块若破了，台币升值的压力就会继续扩大。只是新台币升值自5月就开始，已经让国内部分业者无法度负担。根据金管会公布的资料来看，寿险业原本伫咧4月底累积的获利也有449亿，不过受到5月新台币升值的影响，若是无赚，电脑也高了617亿，敢若5月一个月就了要加1066亿。因若国内出口导向的机械业也第一个受影响，业者只好赶紧想办法避险。我本来报价是用29，现在可能我又往下修2块，还是2块多的左右的时间，然后短时间内赶快出货吧。对等关税如果提高，从现在10%提高到15%、20%或者25%，那对厂商来讲就雪上加霜，那他更不敢接订单，而且长期来讲，如果新台币它的汇率还是继续维持强势的话，那我们的厂商他有可能会选择出走。因为学者是讲，新台币继续强升，若影响出口业者的获利，就连经济成长率也会受到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气象，根据气象署估计，下半年可能有3个至5个风台会接近咱台湾。目前伫咧南海到菲律宾之间也有热带扰动正咧发展，而且预估后礼拜7月初伫咧关岛附近就会有风台形成，咁未来影响到咱台湾，也搁爱观察。大台北早起日头赤炎炎，暗暝11点，局部地区气温已经升到35度。黄霜雨季都要结束，进入风台季。
气象署回顾，今年的黄霜雨季是1959年以来的第八暖，当中有6号的风面，5月降雨集中伫中北部，6月降雨是以中南部为主。那后半年有可能会有3至5的风台挖进台湾。不管是气候值的这个灰色阴影，或者是预报值的这个柱状这个黑色线的柱状图。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以3到5个这个的几率是最高。在7到9月份这个季节的台风第一种就是往西，另外一种就是在台湾的东侧这里北转。目前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上，规大片大低压中，热带扰动继续的发展，也在整合中。虽然已经有无数预估伫7月初关岛附近会有风台形成，也毋过敢是有机会挖进，也是影响台湾，也爱进一步的观察。目前来讲的话，因为还是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环流中心正在组织的一个情形所以短时间之内是会发展成这个低压，甚至是有热带性低气压以上的一个强度的话，这个在短时间之内都还是要再去做一个组织的一个部分。一直到拜六，各地24拢也是好天烧热的天气形态，也毋过受冷心低压影响。局部地区过昼了后，雷阵雨势较大。气象署特别提醒，27过昼了后，伫西半部地区甲各地山区特别爱注意大雨也是热的天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俗语话咧讲，第一公种甘蔗互会社帮，这就是咧表达日本时代制糖会社对台湾人种种无公平的措施。伫咧1925年6月28，嘛有成立二林蔗农组合，落尾佫演变做二林蔗农事件，这是台湾将有代表性的农民运动。即马这二林蔗农组合是已经成立100周年，二林的在地团体嘛有举办活动，希望大家会当来了解这段历史。为台湾民报文章了解台湾伫日本时代头一个农民运动组织二林蔗农组合是安怎成立的？今年是二林蔗农组合成立100年，二林有在地团体举办行大活动，带民众行伫100年前的历史现场，了解蔗农争取权利的过程。咱为二林国校，就是当初是二林工学校，过来咱会去像咱在地马祖金联合宫，啊，搁有咱的警察局吼。其实这个点拢是当初是，不管是成立蔗农组合，还是供咱遮知识分子来接受咱的现代的教育，所以因来开始去想讲要安怎透过甲因参详的这个方式去开争取回来安尼。伫日本时代，台湾糖业的介绍拢是会社控制，所以有一句俗语讲：第一公种甘蔗互会社帮。为着抵抗会社侪侪无公平措施，1925年6月28，二林在地人李永忠、楼上副顶人组成二林蔗农组合，要含会社交涉，落尾演变成二林蔗农事件，是台湾正重要的农民运动代表。今个少年囡仔，就算讲伊是二林在地的囡仔，其实对这个事件大概有的人听过，毋过无讲做了解，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透过这个活动，互我家己本身会当更较侪会熟悉。我是最爱四界佚佗的一个人，嘛是利用这个机会，加了解一寡台湾的活动、甲风俗啊、故事安尼。二林蔗农事件是台湾农民运动的关键历史，随后嘛影响台湾各地头开始成立农民组织。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互大众了解农民运动甲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做伙思考学习100年前的前辈，勇敢站出来争取权利的精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现代人生活压力大，音乐就是真好的伴。真侪人练乐团，毋是为了要出名，是一群朋友，无论做啥物工课，会当做伙来创作、做伙演奏，找找生活的意义甲快乐。阴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带大家做伙来看因安怎伫咧工课甲音乐之间找到家己的天赋。今仔日是拜六礼拜胖之夜。主要甲伊的团员是头一个上场的乐团，虽然台下的观众无济，敢若10几个人，不过因也是真专业的演出。每一摆演出我拢会去，希望他赶快拍那个 MV 啊。做这件代志，我家己足欢喜的，但是我会想要互更较侪人听到阮的作品，互因听到阮的歌，啊，甲这情绪感染互因。
去年优先考为追求梦想，转来到现实。为了顾生活，伊甲音乐相关的工课辞掉，转读做媒体业。就算是安尼，伊也是无放弃音乐的路，打拼找到会当互音乐甲工课并存的方式。我甲音乐圈嘛是搁做伙，无较像迄较早的，逐工想讲我一定要表演，我一定要创啥，我要比赛，我要有名。即马较想较开啊啦。你会当跟有这物件会当维持让胜，有人搁支持，我感觉就幸福啊。今嘛是幼言哦，看有出来，有看出来吼。无共年岁咧耍乐团，生活形态嘛无啥共款。亲像阿 Kim 今年45岁，有家庭爱照顾，伫个无放弃音乐的情形之下，要是爱有稳定的工课。伊敢会当利用半暝牺牲困眠的时间来练团，其他的团员嘛是共款。当你表演了落台下的时阵，有人行来甲你讲，你的歌足好听。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成就感。虽然讲唔是讲足侪人会来甲你讲，但是你若有一个两个来甲我讲，我就感觉讲，对我家己讲是一件有意义的代志啦。音乐的魅力吸引无共年岁的乐手，乐团的化学效应，互因更较无法度放弃。伫梦想甲现实之间，因的坚持成就独立音乐的生命力。记者洪兆生、吴一修高雄报道。今年金曲奖因暗特别来颁奖，咱做回来看入围最佳台语女性歌手的名单内底，有一位大家拢真熟悉的艺人，也就是提过金钟奖、金马奖的林美秀。但伊也推出头一块台语专辑，唱出早前台语歌的 melody， 唱出查某人的心声，也保留因爸母的基兰腔。前一首黑色洋装，林美秀装扮做爱腔的乌鸟出现伫歌曲内底。这条探戈的舞曲嘛，展现出伊傲跳舞的专长。林美秀的演技生涯，伫金钟奖、金马奖等等，拢提过最佳女配角。当伊出头一张台语专辑《Lady 胖胖》做家己的主角，也受肯定一位金曲奖。啊，唱歌你就无办法，你知道？啊，定定拢去迄落 KTV 啊去唱，啊，毋想讲。通啊留做家己做纪念的，啊写一寡较台湾的查某人的心声，互大家听无。林美秀讲，食到50几岁，来到人生的半中站，顿啊唱伊的歌《半小冷》，经历世事冷暖，伊要用歌声替查某人讲话。林美秀是国光艺校舞蹈科毕业，一路来对伴舞做到演员和主持。林美秀讲，伊阿母伫伊事业成绩愈来愈好的时叛变过身，所以为符合伊过好日子。伫咧专辑后的歌名来春，就用阿母的名来纪念。就是的含笑长，轻拍有时插伫伊的乌头鬃。春天起来袂畏寒，来春一个温暖的名。林美秀伫咧戏出内底演过真侪人的阿母，毋过伊讲，这个原型拢是对伊阿母的身躯顶看来的。伊甲少年拢寄伫歌声内，伊嘛希望透过歌声、歌词，甲伊的爸母的依然的台语腔保留落来。谢明佑老师就讲，我写你的腔口，温暖的暖，就是阮依然的暖，其实是温暖嘛。另外讲到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林美秀感慨，这早前台湾歌的 melody 像探戈、disco 和恰恰恰拢豆豆消失去，所以伊嘛希望透过这张台语专辑，把这 melody 拢捡回来。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非洲国家罗安达甲民主公国27伫咧美国华府签和平协议，有机会互因几若党的冲突会当结束。做公正的美国总统川普也宣布，伊为美国摕到大量伫咧公国的矿产权。
卢安达甲刚果民主共和国外长伫美国国务卿见证之下签署一份和平协议，有希望结束这场夺走数千条人命的冲突。美国总统川普了后，也伫白宫办公室接见两个外长，伊特别讲到美国会得到刚果大量矿产权。I knew one thing: they were going at it for many years and. With machetes, it is one of the worst wars that anyone's ever seen. And not only that, we're gett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a lot of the mineral rights from the Congo. 这协议代表川普政府早从两国谈判有突破，有希望欠数十亿美金的西方投资进入这有丰富矿产的地区。阮大民众大部分表示欢迎，因为和平协议应恢复长期的跨境贸易，改改善日常生活。birafasha cyane kubera ko urumva ko guhora dushamiranye kandi turi ibihugu by'abaturanyi ntabwo ari byiza mu by'ukuri kandi kuva na kera twarabanye neza cyane ubwo rero iyo amasezerano azakemura byinshi cyane cyane mu bantu bakora business mu bucuruzi bwambukiranya imipaka。阮大甲民主刚果冲突真侪年，民主刚果叛军组织3月23日运动 M23，2021年底发动新攻势，搁伫今年初加强攻击日头，夺取刚果大片领土，包含东部重要都市果嘛。民主刚果政府长久以来指控阮大军员 M23 反复支持这项讲法，按过阮大后进直接支持 M23 叛军，各反对党来提出解散另外一个威胁阮大的武装团体，解放阮大民主力量的要求。学者分析，政治和平协议拢无法度带来真正和平，是因为高层甲基层有落差。We're trying to understand why these peace processes have not led to any tangible agreement for over 30 years that this conflict has gone on, and we are seeing that there's a gap that these two high-level peace building and the grassroots peace building are not connecting. 美国阮大甲民主刚果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协议内容会包含尊重领土完整性、甲禁止战争行为、甲所有非国家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天气报道在，咱再回来关心今仔日个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4度至35度。中部地区23度至34度，南部地区23度至34度，东部地区25度至32度，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至拜五早起9点，拜一到拜五中到12点，拜一到礼拜下晡3点，逐天暗时7点。7月开始拜六礼拜时段有调整，请继续甲阮支持。